淘金哥，淘金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我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一定要等着我哦。淘金哥，我一定会一直想着你的。彩晨，哎，彩晨啊，来，看看我刚买的宝贝。哎，好漂亮的鹦鹉啊，羽色亮丽，姿态优美，是只好鸟。哎，没想到你对鸟还有研究啊！舅舅，我只是在书上见过的，略知一二罢了。据我所知，这应该是只好鸟。那还用说，我的眼光还能错？你的眼光是不错，可就是这手懒了点儿，一大早就跑出去遛鸟，把家里的活计全留给了彩晨。你这个当长辈的，也好意思啊？没关系的，我是晚辈，这家里面的粗重活自然应该由我来做的嘛。哎，你听，嘿，这不是我不愿意干，是人家彩晨要抢着干。嘿嘿，哎呀，都是一家人啦。你就给他一个尽孝心的机会嘛，哎，对吧，小倩？娘，小环，娘，小环，小环，小环，你回来了。小环，你受苦了。姐，看到你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安心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个大喜的日子啊！哎。说什么咱们这一家人也应该出去喝一杯吧？那是自然，走，去酒家。好啊，好，走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都说了一家人吃饭，走啊！嘿，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陶进，师傅，身体不好，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多谢师傅。这些新兵，你感觉如何？这些天我一直在看他们训练，他们有模有样，看来很快就可以上阵杀敌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你看了这么多天，有没有想过为师为什么训练这么多的新兵？弟子愚钝，但这批新兵比以往的都要好，想必黑风寨应该有一次大的行动。难道小环今天早上跟我告别，莫非他和此行动有关？说对了一半。确实有大行动，但不是黑风寨，而是罗刹镇。罗刹镇？你派小环去罗刹镇了？没错，几百年前，血魔的名号在魔界中无人不晓。他暴虐无道，残杀无辜，人人闻风丧胆，就连师父都要让他3分。
如今，他居然变成了一个慈善家，尽散家财，盖了一座罗刹阵，专门收留各路洗心革面的恶魔。罗刹阵里的恶魔大多法力高强，杀人无数，如今却都臣服在血魔的麾下。罗刹阵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，但是血魔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，恐怕就没人知道了。师傅，你是怕血魔利用这帮恶魔来对付我们黑风寨？我和他素有嫌隙，他这样做也不足为奇。但是以血魔的功力来看，如果要对付黑风寨，早在几百年前就可以动手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谋定而后动。一个人忍耐得越久，他的目标可能就会越大。师傅，你是说，血魔不仅仅是要对付黑风寨这么简单？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所以我派聂小环去监视罗刹阵，希望我猜错了。目前我的元丹还没有修炼好，如果血魔带领罗刹阵来进犯的话，我们黑风寨恐怕就危险了。陶进，你一向有很多主意的，你对罗刹阵有什么看法呢？连师傅都不清楚，徒儿又怎么能弄明白呢？菜来喽！几位久等了。我们这一家总算是团聚了。哈哈哈。哟，不对啊，不光是我们几个啊，今天又多了一位新家人。财神呐，还没有正式见过小环吧？快敬他一杯。哎，小环姑娘，你是小倩的妹妹，也就是我宁采臣的妹妹，我敬你一杯。过去啊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宁大哥看在小倩姐姐的份上，多多海涵。瞧这两个人，反倒客气上了。是啊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往后啊，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。哎，小环，这些天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娘，对不起，那天我听严姑娘说小倩姐姐不见了，我担心姐姐的安危，偏巧娘又身体不适，我怕你担心，不敢告诉你，都是女儿考虑的不周全，让娘担心了。傻孩子，娘啊，没有责怪你，娘这是担心你呀。娘，你病了，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就是一点点风寒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娘的年纪大了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。不过我看到你们姐妹俩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这病啊一下就好了，比吃药啊还管用呢。是啊，小环姑娘，你离开这么久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大家真的很担心你呢。确实是出了一点意外。那天我遇上了树妖姥姥，她对我们狐族仍然心存记恨，一路追杀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的，而且加上受了点小伤，我怕娘担心，所以就躲了起来。等伤好了就回来了。小环，你受伤了？哪里受伤了？重不重？娘，你放心吧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瞧，我完好无损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你不要看那个树妖这个妖怪啊，长得一般般，可功夫啊不一般般啊。嘿嘿，你这个小小的小狐狸，能够从他的手心里逃出来，算是走了狗屎运了。前辈说的对，这次啊，我确实是侥幸逃脱，说不定是老天爷不忍心看到娘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是可怜我呢。哎，
行了行了行了，既然人都回来了，就不要说这些扫兴的事儿了啊！别说了啊。舅舅说的对，所以啊，我们还是说一些开心一点的事情吧。哎，对了，宁大哥，真没看出来你还有点本事。上次在集市上，你还惹得小倩姐姐差点哭成个泪人儿。我以为你们就这样子分了呢，可是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已经登堂入室，都成了聂家的女婿了。娘，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迷魂汤啊是没有，这真心倒是有一颗。伯母说的是，我宁采臣既不会武功，又不会法术，只有一颗真心。多谢伯母的成全。这叫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采臣大哥为了找小倩，吃了那么多苦，他的那份真心和毅力，谁见了都会感动的，何况是小倩和伯母了。过去啊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不过，姐姐，你和他在一起，陶静哥哥知道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陶静哥，我离开幸福村后也没有再见过他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不清楚？你怎么会不清楚？陶静哥哥对你那么好，就算你现在喜欢的是宁采臣，至少也应该关心一下他嘛。他为了你都要死要活的了，你就一句不清楚。小环姑娘，那看来你是知道陶静的下落了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陶静会为了小倩姑娘要死要活的呀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也只是瞎猜的。大家都知道陶静哥哥那么喜欢姐姐，现在他一定难过的要死。哎，各位，汤圆来了啊！快上！哎，这个啊是本店的招牌汤圆，老板说啊，恭喜你们一家人团聚，特意吩咐厨房做的。哎呀，老板真是有心呐，替我们好好谢谢老板啊！哎，客气了，慢用啊！汤圆吃吧啊，团圆，好兆头啊！大家多吃点啊！哎，好啊，团圆好。小倩、采臣，你们两个经历了那么多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以前的事儿啊都忘了吧。来，大家吃汤圆吧！哎，吃吧，来吃。还。自从聂小环回来以后，你不觉得她很怪吗？对，我也觉得很怪。你也怀疑聂小环？从他说的话里面，我觉得疑点很多。他说被那个树妖打伤了，所以才躲起来养伤。可是，以那个树妖的武功，真的和他打起来，绝对没有生存的机会。就算是他侥幸逃脱了，但也应该伤得不轻。可是你看他刚才说话的样子，绝对不像一个受过伤的人。没错，而且我总觉得他每一句话都是针对聂小倩。还有，他离开这么长时间，到底去哪儿了，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种种迹象都很可疑，所以很值得怀疑。哎呀，我早就觉得他有问题了。可血魔大哥说，是因为我对聂小环有偏见。你以前对妖确实有偏见啊。你也这么说啊？哎，不过这一次，我认同你的想法。这还差不多。好了，我们去查个明白吧。好。禀报主人，宁采臣一切正常，但血魔最近外出频繁，每次出门都会带2、3只妖怪回来加以安置，举动甚是可疑。宁采臣和血魔的关系如何？他2人并没有特别的交往，罗刹镇也暂时风平浪静，没有什么大的举动。
宁采臣和血魔这二人必有图谋，继续监视，有消息速速回报。属下遵命。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又不像是在练功，到底在干嘛？这好像也是练功，只是好像不是平常狐族练的那一套。那像是在干什么？我不确定。上一次我也跟踪他来到这儿，见他鬼鬼祟祟的，还跟一个人会面，可是我没看清楚那个人是谁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赶紧回去报告聂夫人，还有血魔大哥，一定要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哎，先别那么冲动，单凭我们片面之词，无凭无据，谁会相信我们？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此事与黑风有关，那就要更加小心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那该怎么办？等他自己露马脚吗？那也不一定。我们去找小倩和聂夫人，从他们口中打探一下消息，毕竟他们是亲人。聂伯母，聂夫人，这大日头晌午的，你们两个坐在这里也不怕热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怕热的可不止我们两个呢。他开玩笑的，坐坐坐。哦，对了，怎么只有你跟小倩在这里？小环呢？她不在吗？舅舅和采臣去采办粮食了，小环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要买点胭脂水粉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女孩子家买胭脂水粉的，她怎么没叫你一起去啊？小环说怕娘一个人在家孤单，让我留下来陪娘。燕道长，你怎么一直问小环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了，可是跟聂家的人还不是很熟，所以趁这个机会打听打听，闲话家常嘛。哈。不是我这个当娘的自夸呀，我们家小环那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从小就知书达理，善良聪明，既孝顺又乖巧，将来呀一定是个好媳妇儿。聂伯母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家小环不可能做害人的事了？哎，燕姑娘，你何出此言呢？聂伯母，请恕我直言，上一次小环被血魔带回来，我就觉得她有些不对劲，所以我就跟踪她。后来我发现她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。这一次我去找小倩，她却又莫名其妙的失踪了10几天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谁都不知道。刚才我和燕大哥又跟踪她，觉得她行踪可疑，所以我们怀疑。等等，严姑娘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怀疑小环会对我们不利？不会的，她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错，小环不是也说过，她被树妖追杀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吗？聂夫人，你仔细想想，那个树妖的武功那么高强，如果真的碰上的话，小环还逃得了吗？而且，小环说她受了伤，你有看到伤口吗？小环不会出卖我们吧？聂夫人，我们也相信小环她不会出卖亲人的，毕竟血浓于水。可是，如果她中了摄心术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摄心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可以控制人心术的法术。受控制的人，就像个傀儡一样，听命于施法的人，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施术之人，他和那个受制之人完全是心意相通。到时候，他们可以互相传递信息，别的人绝对是不可能察觉到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刚才小环就像被定住了一样，
他肯定是在传递信息。哎呀，燕大哥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现在才说呀？关于这个摄心术，我也只听我师兄说过，我也没有真的见过，也只是猜测而已。你也只是猜测，小环不会吧？娘，先不要妄下结论。我觉得刚才燕道长所说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上次小环刺杀黑风，被他关了那么久，居然可以毫发无伤地逃出来。我们都认为是陶静哥的功劳，但仔细想一下，黑风寨守卫森严，黑风又对我们狐族恨之入骨，他怎么可能让小环轻易地逃出来？小环真的要是被摄心术控制了，不是一辈子都要被黑风控制吗？小倩，你可要救救他呀！都怪娘不该让他去冒险，这才惨遭黑风这样暗算。娘，你先不要自责。真相到底怎样，我们现在也还没有定论。其实，我们想要知道小环她到底有没有中了摄心术，并不难，只要我们用它来做诱饵，我们一试便知。谁？宁采臣。你来了，进来吧。大哥，到时候啊，你呢，派出一队人绕到后面去，啊，好，一定不要让别人发现。你放心吧，咱们呢，大笨蛋，你这个办法到底管不管用啊？小笨蛋，别急，看我的。小环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跟踪宁采臣？主人命我监视宁采臣和罗刹镇。谁是你的主人？你为什么监视罗刹镇？黑风，我只是听命行事，其他一概不知。那你与黑风都是怎么联系的？我和主人心意相通，可以千里传音。那我问你，黑风他是不是要对付罗刹镇啊？我不知道。那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看他真的是不知道。他伤了元神，就让他休息一下吧。燕道长，小环真的中了摄心术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怜的孩子。燕道长，可有解除摄心术的办法？摄心术是远古的一种法术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破解的方法，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。那你师兄呢？他应该知道吧？我师兄，他把这种当作旁门左道，不屑一顾的。我相信他也不知道。行，哎呦，听着就烦。
你们这些牛鼻子啊，就是打不过人家就说人家是旁门左道啊，搞不明白的事情啊就说人家是歪门邪道。喂，师傅，聂小环，你要是胆敢背叛我，我就让你死无全尸！糟了，娘。娘，娘，啊，小环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娘，我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可把娘给吓死了！方才啊，你在巷子口晕倒了，多亏有人看见，把你送了回来。你怎么会在那里晕倒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像是有人从背后把我给打晕了。哎，最近啊，这个罗刹镇总是接连出事。我已经告诉了血魔，让他尽快啊去查个清楚。你一个人半夜3更的出去多危险呀！娘，我看见宁采臣鬼鬼祟祟出了门，我怀疑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，于是我就跟着去看。结果就真的被打晕了，可想而知。娘，这个宁采臣真的有问题。小环，看来你真的是被打懵了吧？采臣今天一晚上都和我们一起在喝茶呢，从未出去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娘，你没骗我？娘怎么会骗你呢？算了算了，别想了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娘出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谢谢娘。聂小环，你可知罪？主人明鉴，小环对主人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，请主人明鉴。那昨天晚上，我给你千里传音，
你为什么没有回应？昨天，主人千里传音给小环了，小环没有收到讯息啊。老实交代。小环没有撒谎，小环的命都捏在主人的手里。纵然小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背叛主人呐。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你身上的摄心术被人发现，已经解除了。不可能的，小环一直十分小心，他们不可能发现的。要看摄心术在不在，那还不简单吗？主人饶命！主人饶命啊！小环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昨天晚上，小环发现宁采臣鬼鬼祟祟的去找血魔，怀疑他们有什么密谋，于是就悄悄的跟踪。小环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还没有等小环发现什么，就被人从背后敲晕了。其他的，小环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求主人饶命啊！那就是袭击你的人发现了你的摄心术，截断了我传给你的讯息。那小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先回黑风寨，哪里都不要去。等我好好想想，再做打算。是，小环一切听从主人的安排。陶金阁，嘘，走。小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激怒了我师父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因为我。好了，你不想说就不要说了。是摄心术，可能是我身上的摄心术被人发现了，坏了主人的好事吧。那师父派你去罗刹镇做什么呢？让我监视宁采臣。陶静哥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主人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只是为了监视那个酸书生吗？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！宁采臣，陶静哥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这话倒提醒了我。上次师父抓了宁采臣，本来是有机会杀他的，可是他却迟迟不肯下手。对哦。还有，我上次帮小倩和燕赤霞救出了宁采臣，你不觉得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吗？本来树姥姥难为我们，也被师父给支开了。如今看来，师父有意要放人，否则我们不可能活着离开黑风寨。主人为什么要对那个宁采臣那么上心呢？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。难道宁采臣身上有什么秘密，让师父如此的用心良苦？不管宁采臣身上有什么秘密，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。宁采臣现在栖身在罗刹镇，和血魔走得很近。以主人对二人的关注和忌惮程度来看，断然不会让他们两个有机会携起手来，成为黑风寨的心腹大患。如果小环没有猜错的话，主人近期之内必定会对罗刹镇有所行动。届时，不管那个宁采臣身上有什么秘密，我们都可以知道了。你说的对。糟了！怎么了？如果主人攻打罗刹镇的话，那娘和舅舅怎么办？
如果他们被主人抓到，主人肯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没错，小倩也在罗刹镇。师傅早就对小倩恨之入骨。如果他的目标是宁采臣，小倩也一定跑不掉。那可怎么办啊？陶静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我找你来，是要跟你商量一些事情。可能你也听说过了，罗刹镇近期蠢蠢欲动，神秘行动不断。据探子回报，他们其实是在招兵买马，扩张势力。期间，与黑风寨的小妖发生过冲突，互有伤亡。罗刹镇的势力日益庞大，血魔呢，一直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他始终在处心积虑策划对抗咱们黑风寨的办法，尤其是有了燕赤霞、严羽生、狐族的加入，罗刹镇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可以威胁到咱们黑风寨的安全。为了自保，我们必须采取措施，在罗刹镇之前，先下手为强。主人，我想请命领兵去打罗刹镇。我们黑风寨已经练兵多日，我想去攻打罗刹镇，定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，跪地求饶。好，树妖听令。慢着，师傅，弟子不才，想跟师傅请命，亲自率兵攻打罗刹镇。少主，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要领兵攻打罗刹镇？姥姥，你没有听错，陶静正是此意。怎么，你怀疑我的能力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少主的伤势还没有痊愈，领兵打仗这些劳心费力的事情，还是由我代劳吧。身为黑风寨的一员，理应为师傅分忧。这些小伤，无足挂齿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少主已经离开黑风寨很长时间了，很多事情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领兵打仗，你凭什么担此重任？那敢问姥姥，你有什么妙计，可以攻打罗刹镇？一个小小的罗刹镇还需要什么妙计？直接进入，将其歼灭。大错特错！你别拦着，让他说。师傅，你看，这就是罗刹镇的地图。罗刹镇上面是座山，正好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；下面是一条河，也巧妙地为罗刹镇作为掩护。所以，我们贸然进攻，讨不到任何好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抓准时机，趁其不备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明天一早我就带兵，就算血魔他们做了准备，也不会想到我会在早市开市之际偷袭，到时候就可以大举进攻。师傅，出兵贵在神速，请考虑。很好，思路清晰，准备充分，不愧为黑风寨的智多星。陶进，我就任命你为攻打罗刹镇的主帅，明天一早立即出发。弟子领命。去吧。黑风老妖安插聂小环这枚棋子进罗刹镇，想来定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。没错，那个黑风啊，狡猾着呢。我觉得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罗刹镇乃三界不管之地，他居然安插内应进来，这已然违背了三界的约法，也违背了我和他之间的约定。难道他就不怕受到三界的谴责吗？哎呀，他怕谴责？他黑风老妖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就是个泼皮，他就是个无赖。你指望他信守承诺，那就好比指望公鸡下蛋，母鸡打鸣。
血魔呀，黑风寨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他黑风老妖是什么？啊，他就是混蛋当中的王八蛋。对付他们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黑风老妖这个小人，说话不算话，出尔反尔，居然还利用小环。哎，亏他还是三界中数得着的人物，可耻！你在这里骂他管用吗？他也听不到。我气呀！为今之计，我们只有尽量的留在罗刹镇里，不要迈出一步，免得让黑风抓住口实，有机可乘。就像你说的，黑风老妖在三界中有头有脸，他还不至于公开和血魔撕破脸。啊，姐姐，你别担心啊，就算是黑风老妖真的打来了，我们豁出去跟他拼了啊！大家都是一条命，大不了跟他同归于尽啊！这个再另说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环。